好，咱带大家来回顾今仔日的双十大典，由永英高教基陪过总统府开场，三军的家己归队这操庆配合歌乐是真精彩。而且除了有特别邀请到古林头前一个3位英雄来领唱国歌，已经有60档历史的陆军步光龙队嘛头一天来上这个双十大典表演。最后是由雷虎小组放拿白红的彩烟为今仔日的大典收尾。五级大雁队形通过会场。5只永兴高教机用大间队形冲场，飞过总统府顶悬，也表示国庆典礼开始。队形变化真流利，配合真有力的乐声，也佫有机队刚柔的操庆动作，把伊路中展现青春活力，得到大家娱乐。展现精彩操庆技术，配合旋律，国防部联合各队甲三军机队，透过无共款队形，也佫走位，互视觉效果更加丰富。爱这个字是英文字母 LOVE 来走位。LOV 走位无限爱台湾，陆军机步333旅步光龙队是国军当中真有历史代表性的队伍之一。今年第一摆伫国庆舞台出来，也是过10年的公开表现，只有超过20个官兵协力来人。进入国庆大会阶段，国歌响起 CH-47庆路克直升机吊挂大摆国旗，也佫2只 UH-60M 乌鹰直升机飞过总统府头前的广场。国歌领唱由古林头拯救3位参战国军代表，加多得到世界合唱大赛金牌。尼泊恩合唱团斗阵唱，国庆礼赞时候，下美是将军声乐团、台湾舞团来演出。首先进场的是箭头队形。主题表演部分，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以台湾情调光辉再现做主题，操演变形队形。陆军官校登记队是40人队形展开国旗，因领自控技术巴黎奥运帕运等选手，这英雄车队进场接受民众喝彩。目光看向正上方。最后表现是由空军的护小组编做7支5角队形，拖红蓝白3色美丽彩线，为这摆国庆大会做一完美的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